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关于房企的消息，就是碧桂园还有融创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基本上已经通过。碧桂园境外债务重组计划获大多数债权人批准。11月6号，碧桂园在港交所公告，境外债务重组计划已分别获所需的法定大多数计划债权人及计划债权人第一类、第二类批准。11月5号，融创中国宣布境外债务重组计划获得重大进展。融创中国宣布寻求高等法院批准计划的陈情，于2025年11月5日进行聆讯。计划已根据高等法院作出指令获得批准。批准令于2025年11月5日送呈公司注册处进行登记。融创在碧桂园前面一点，至此头部房企境外债基本清零。这个房企的债务重组咱们说过好多回了，大家都知道，本质上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现在清盘对所有人都不利，所以只要你这个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拿出一点诚意出来，债权人都会通过的。那就这么道理，这就是博弈。博弈的结局就是债都转成股了，你本来是债主，现在变成股东了，咱们都是一波的，真正的上来同一条船。但是有网友说，我们这么多头部房企把这么多境外债给抹了零，他们都成这个股东了吗？这么多债抹了零，说把我们大清赔出去的这些赔款，这回都给找不回来了。当然了，这是一种开玩笑，大清赔出去多少钱，让这些房企都给这个忽悠回来了。大家也知道，所谓的这些房企的债务重组，也就是苟延残喘，也就是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去保交楼，后面等保交楼完成结束以后，再慢慢清算，看看还剩点啥，股东们分一分。那么还有一个房企的消息，那就是坏消息关于万科的。我看这个万科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雷。这个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机构于2025年11月5日将中国万科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3B 减下调至3C， 这是投资级以下的垃圾级评级，反映出公司销售持续下滑，流动性急剧恶化，以及对股东支持的依赖加剧。这个3C 评级表示违约风险极高，仅高于 C 和 D，D 是已经违约，3C 比 C 稍微好点，展望为负面，意味着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较大。什么意思？就是标准普尔恐怕过一段时间要把它下调成 C， 也就这意思。这个万科是少数保留投资信用的中国房企，但是房地产危机已经将它推向边缘。麻绳专挑细处断，被国际评级机构评级下调，就意味着房企宣判了，已经判了。恒大暴雷以来，这一幕这个桥段反复在上演，都是先是评级机构给它评级下调，后面开始违约，后面开始辟谣，现在开始 ICU 病房要抢救，再到后来这个官宣暴雷，再到后来债务重组，都是这个路数。所以昨天咱们说万科的大股东好像有要拔这个氧气管的意思了，有这个倾向，这是我们推测的。那你看这个标准普尔这个评级昨天出的10月5号，预示着不看好万科。我感觉万科没有网上那些人想象的那么乐观。很多人以为国资一出手，万科就得救了。我一直反复强调，这个是很难的，你抢救你只能延缓，并不能真正的排除掉风险。你看现在无论是碧桂园、融创的债务重组成功，还是万科现在在急救等等，都是在拖延时间，大股东都没信心了。大股东现在都觉得拿一点是一点，往回拿了，现在要抵押物嘛，要担保嘛，这不就是相当于往回拿一点吗？实际上就说明房企日子不好过。大家还记得这两天有一个报告，网传的一个报告主要是讲中国目前平均住房断供率 3.7%。这一下这两天自媒体一炒之后，这事搞大了，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焦虑。咱们在说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说了，这个来源首先它是中国银行的一个报告，中国银行的叫什么住房研究院的一个报告，完了之后他这个报告还是引用科尔瑞的报告。实际上科尔瑞这个报告他发布的时候好像没人关注，也没人太多人去关注，结果被中国银行这个研究报告引用了一下，结果不知道被谁发现了，在网上就传开了，一下就引起了关注，事闹大了。所以这两个机构现在赶紧澄清，这个中行迅速从官网撤下了这份报告，就像咱们把节目下架一样的，吓得
这个科尔瑞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研究机构科尔瑞立刻发布声明，说从未发布这样的报告。那你说这个，那合着这是中行捏造的是吗？那中行人家是国家这个国企，他捏造这玩意儿干啥？实际上，这个科尔瑞啊也很贼啊，他发布这个声明啊，他说他从未发布这样的报告，那意思就是报告对吧？他没有发布过，那报告是不是他写的呢？也有可能啊，这是科尔瑞的内部报告、付费报告啊，他没有发布啊。不管怎么说啊，这都说明这个事情比较大，引起了关注，对吧？连写报告、发报告的、引用报告的都害怕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啊，这个3.7%都不可信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网上啊，网友啊，包括媒体，对吧？一批的在制造这些新的词儿啊。什么新的词儿呢？前几天这个经济观察报有一篇刊登报道，对吧？叫贷款卖房，买不起房也卖不起，卖房还要贷款，买房贷款咱们能理解，卖房也要贷款，贷款卖房。今天啊，我看这媒体又整出一个新词儿，叫房贷倒挂。所谓的房贷倒挂呀，通常是指随着房价下跌，房屋的市场价低于银行剩余房贷，这就叫房贷倒挂。在社交平台上，与房贷倒挂现象一起被热议的还有断供。当然，如果购房人出现收入大幅下降或开支突然增加的情形，导致负担房贷有困难，断供的风险就有可能增加。现在很多骨折卖房子的也是基于后续担心房价进一步下滑以及无力偿还贷款这两个因素。为了化解风险，各家银行纷纷出台纾困措施，包括延长贷款期限，进一步调降贷款利率，也有银行给出一定时间作为缓冲期，在此期间免收本息。你看啊，银行只要一采取这个措施，那就没有断供了吗？没有断供，那断供率就是不是下滑了？所以这个断供率这个数字也是弹性的、可调的。未来啊，这个房地产楼市的发展，咱们有个15-5规划。那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普通人买房是不是变得更容易？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有个叫败家财经的博主啊，他讲的很有意思啊，大家看视频。还没买房的朋友，恭喜你，这次又赢了。15-5规划一出来，你今年以前买到的房子和未来5年买的房子，也许就完全会是2个物种，因为买房的逻辑全变了。如果你打算要买新房子，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不然就得要多花不少冤枉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重要的细节？在这一轮规划当中，房子一共只出现了13次，而且全部都和民生相关。要知道，以前房地产都是放在经济发展那个板块，和消费、投资一起反复被提及，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可这一次它直接被转移到了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框架里，和养老就业放在了一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章程改动，而是给房地产重新下了定义。高层想告诉老百姓，炒房时代已经彻底终结，接下来不仅要让大家住得起，更要住得好。经济学家朱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公开放话，如果你今天买房子还想像1990年一样涨100倍，你永远没有信心，你的孙子都没有信心。过去20多年支撑房价上涨的3个地基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去年的新生儿人数是954万，和2016年比8年时间少了一半。这意味着未来的20年，每年新增的购房需求会不断的减少，从1750万降到954万。第二个，地方财政面临转型。过去20年，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就是靠卖地，但现在整个链条都转不动了。以前的模式是地方政府卖地，开发商拿地建房，老百姓贷款买房，银行放贷收息。但随着购房需求下降，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根本不敢拿地，整个链条就断了。第三个是普通人的观念也在改变。过去大家认为有房才有家，年轻人为了买房会动用6个钱包凑首付，耗尽了3代人的积蓄。这几年碰上房价下跌和收入下滑，很多家庭面临断供的风险。年轻人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要为了买房牺牲消费、旅行、娱乐这些生活体验？为什么要背负3代人的压力去接盘高价房呢？高层正是看到了深层矛盾，所以本轮关于房产的规划向民生倾斜，更加关注老百姓对房子的需求。首先要隔离风险，这次规划明确指出要推行现房销售，所见即所得。这意味着什么呢？期房时代可能要结束了。以前老百姓买房的时候都体验过图纸买房，对着一堆户型图和沙盘就要掏出真金白银，花出人生最大的一笔消费。消费者们都在赌房屋质量，赌交付时间，赌开发商不会跑路。这是恒大在广西梧州最大的烂尾楼，占地面积将近3000亩，当初开盘是人山人海，一平要卖将近8000块钱。可现在呢，随着恒大财务暴雷，2期面临烂尾，上期
千户业主的钱打了水漂。如果你买的是期房，开发商一旦倒闭，老百姓不仅辛苦攒钱买的房子会烂尾，首付款被吞，还得要欠一屁股的房贷，妥妥的3重暴击。国家这次倡导现房销售，就是在隔离风险，保障老百姓的资金安全。这次15规划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因城施策，也就是说全国普涨的时代过去了，房价会根据每个城市的发展情况有涨有跌，不会有统一的标准。你像深圳、上海、杭州这些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城市，房价会更加坚挺，更有上涨的空间。而山东、黑龙江、河南这一类地区，由于人口流出比较多，房价也将会面临一轮轮的挑战。总之，人口流动的方向在未来将是房地产行业的风向，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需要使尽浑身解数，只有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愿意在这里扎根，这座城市才能迎来正向的发展。从14.5的房住不炒到15.5的保障民生，其实已经暗示了房价大概率不会再迎来大涨了。未来房地产不再是拼投资额、拼销量，而是要回应大家对好房子、好生活的期待。你说呢？这个败家财经啊说的，我觉得有可取之处吧。关于买房子啊，我们的宗旨啊，我们的观点啊，就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要是把它当做消费的话，你现在又有钱，那你就买，因为这是消费，因为你对吧？你有钱，那么早买早享受，早消费，对吧？人生苦短，对吧？也就几十年，对吧？也就3万天，这个你要记住，这是你有钱。如果你是自己住的吧，那你就不在乎它的房价涨还是跌，你有钱。但是如果你没有钱，对吧？你要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付首付，完了自己赚的那工资正好付那个按揭贷款，那你这么买房的话，你这个压力就大了，对吧？你这风险就高了，对吧？一旦失业，一旦出点什么状况，你这马上你不仅自己前半生白干了，你连七大姑八大姨都连累了，对吧？后面你恐怕还要负债，欠银行钱。所以说这个买房是非常个人的一个事情，跟着你个人的这个经济状况，不能盲目的去学。人家抄底你也抄，人家抄底了抄错了不要紧的啊，抄到半山腰一点不受影响。你这一旦你就一套房，你要抄错了，立马对吧陷入困境。我老拿这个胡一静老师开玩笑啊，你看他的那个河北大厂就在通县边上啊，河北的大厂买了一套房，他那房子啊，对吧？不知道跌到哪儿去了，影响他生活吗？影响他心情吗？对吧？心情恐怕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他生活。所以这买房这个事情啊，是非常个人的一个事，叫因人而异，而且还因地方而异，对吧？你不同的城市那个房地产状况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吧，这个超一线城市北京，这个北京10月份啊，二手房成交环比降23.7%，只卖了12087套，新房晚签3511套。11月5号，北京市住建委晚签数据显示，10月北京二手房晚签12087套，环比下降23.7%，同比下降30.4%。新建商品房住宅晚签3511套，环比微涨1.36%，同比下降29%。这个一线城市啊，也就是北京、上海，好像它有个叫荣枯县嘛，二手房达到1.5万套一个月啊，那就说明这个交易比较火热啊，比较旺。那低于这个1.5万套呢，那就是不行。北京10月份啊，这个金九银十啊，才1.2万套。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啊，就是销量处在一个加速下跌的这么一个状态，新房也没卖多少套，这是销量啊。你这个房价呢，目前对吧？这个统计局已经公布数字了，科尔瑞是吧，也公布了这个。咱们看这个网上网友留言啊，网友的这个切身体会。有个网友说啊，他说北京的房价真是泥沙俱下呀。看了一眼某小区的挂牌价，他说上个月最低还200万出头，这个月就已经挂195万了。这是一个房产中介说的啊，就人家短短的才10来天呢，这个有好几万没了啊，一共就200万的房子，给人感觉是一种加速下跌的这种态势啊。还有个网友说的就更加这个直观了啊，他说北京房子4季度以来，就是进入10月份啊，跌得十分离谱。他说我住的不是大幅大贵的地方，就是在总部基地边角料，那好像在丰台那边吧，总部基地嘛，旁边有个比我家晚交房1年位置更好的一些楼盘，房本限售5年，然后直接有一栋楼说是回迁房2万一平，那个地方2万一平还是比较便宜啊，不限售就配合过户。说还有个今年开盘的高端小区大户型，开盘9万一平，现在5万出头还送车位。他说我当年车位可是花了40-50万买的，他说现在中介是
铺天盖地的广告号召来捡漏。你说啊，年初开盘9万，现在才11个月就直接干到5万了，还送车位，你说这跌幅也太快了吧？总部基地应该在丰台那边吧？其实不远啊，就是南三环，应该是南三环外面一点，南4环，对吧？北京的楼市都是这个呈现一种叫补跌的这种，而且还是加速补跌啊。再看看这个南京啊，我看这个有一个自媒体叫南京楼市，11月1号发了一个文章啊，标题居然叫南京跌出幸福感，一大批房子总价只要100万，房价跌了还跌出幸福感，这个得怎么看的吧？对没买房的人来说，拿着钱想买房的人来说，那是跌出了幸福感，但是对那些已经买了房的房东来说，那是说不定是倾家荡产呢。他说现在南京买房人太幸福了，以前我们都说长沙凭借低房价吸引大批年轻人，现在南京的房价也将成为城市竞争力，叠加南京每年几十万高校毕业生，吸引人才效果显著。然后啊，他做了一个投票这个调查问卷呢，有47%的人认为南京的房价已经跌到10年前了，就2015年，26%的人认为是跌到了8年前，28%的人认为是跌到了15年前。总之啊，都是跌得不轻了。南京的房价跌到10年前了，这是多数人的共识，跌出了幸福感，这不是高级黑吗？这个我们一直说啊，哪个地方房价跌得很，哪个地方就会出现这个免费送房子。这个今天晚上南京啊，又开始有人发帖子了，说南京房东开始送房子了。麒麟业主发帖说，南京3房送人，只求接盘，2020年买入近300万，毛坯状态，还剩190万贷款，月供9200，房东只要求把贷款接走就好，跟市场有差价还可以补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房子是300万买的，现在每个月还贷款是9200，2020年买的，他已经还了5年贷款了，然后这都不要了，房子直接给你过户就完了，你帮他接着这个接力，对吧？你接力还这个按揭贷款就完了，或者你把银行的这个贷款尾款你给付掉，房子给你了。而且房东还说了，如果还这个跟市场有差价，他可以补，也就是房东还愿意自己再掏点钱出来。这个楼盘啊，当初恐怕还是摇号摇到的，也就是当时啊，这是满心欢喜啊，对吧？也是好几十人中1000呢，对吧？才摇中的啊。如今送人都送不出去，确实啊，你说这个短短几年光景啊，楼市魔幻成这样。这个人还把自己的户型图啊都贴出来了，当初是3万1平买的，然后现在有网友给他留言啊，说该小区同户型成交了一套173万，也就是你那房子190万的贷款呢，中间还差17万呢。然后这作者说了，这17万他来补，你说都到这份上啊，那马上又要发明一个新词啊，不仅要白送房子，还要给人倒贴，这就是杠杆的威力啊。实际上啊，这个都是咱们刚才说的叫房贷倒挂。最后啊，我们再看一个温馨提示啊，这个是网传的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内容是什么呢？是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25年10月24号发的一个温馨提示，看上去啊不像是假的，因为他这个也没什么啊，只是说法官很忙。他这温馨提示内容是什么呢？2025年1月1日截止至10月21日，我院就这个法院呢，基层法院啊，已收民事案件13067件，哎，就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啊这么一个大地方，人民法院这个10个月已经民事案件13067件，其中已结案件6414件，未结案件6653件。目前办理民事案件的法官11名，啊，一个基层法院啊，民事法官就11名，平均收案超1000件，人均结案41.7件，对吧？人均未结案近600件，庭审已安排至明年7月份，民事法官面临办案压力超大。他下面说啊，为确保每一件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都能得到法官充分细致的审理，最大限度的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同时帮助您节约时间与经济成本，特向您发出温馨提示：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有调解可能的民事、商事等纠纷，我院诚挚的建议您优先选择先行调解方式解决。我院的调解工作由经验丰富的特邀调解员负责，他们将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依法为您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就是法院建议啊，求求大家了，你们最好对吧，先调解吧，那些事实清楚了，别到法庭上去审了，调解结案就认了吧，就这意思啊。
其实这个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这个温馨提示啊，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想啊，实际上基层法院都差不多，就是法官很忙。你想啊，人均结案将近420件，那就相当于这个每个月是40件，对吧？10个月吗？每个月40件，你说你每天那个工作日不是22个吗？你想想，他相当于一天要审结一个案子啊，一个不够啊，一天将近2个，那他还你想法官还要学习啊，各种学习对吧？各种会还要开，你周六周日不能审案子，节假日不能审案子，国庆节对吧？中秋节审不了，不能开庭啊。所以这法官恐怕我觉得工作日啊，应该一天开2个庭，完了之后还得写判决啊，完了还不能出错啊。所以你看他这案子都已经排到明年7月，也就是排到这个9个月以后了。你现在立案你要1个月，然后这案子立案庭啊，给你分到这个哪个法庭哪个法官手上，这个从你立案啊到分到法官手上，这个至少1个月，我差不多吧。完了这个法官再把你这排的吧，排到什么时候审还要9个月，就你现在跑去立案就是立上了，那恐怕也是10个月以后了。审完就审完了这个判决，可不是说马上就不给你判出来，恐怕还要几个月。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那些对吧民事纠纷的，有的是买了房子引起各种纠纷的，你说你这官司打得起吗？耗得起吗？这是一场马拉松啊！这个民事官司就是个马拉松，而且民事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啊！明明你有理，但是你没证据，那你就是憋气，对吧？你就得老老实，你还是只能认那个判决啊。他是按照证据了。你说在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还让法官还亲自去调查，还去细致的，对吧？就去帮你去找证据，那怎么可能呢？法官也没这个责任，而且他也没这个时间，所以你得自己去找证据。所以说啊，这个最好是不要陷入这样的诉讼，那也就是真是耗时耗力耗精力啊。关于房地产的官司特别多，关于投资的官司也特别多，都是民事。这一旦你沾上了啊，你就只能是自认倒霉。这官司打的这还只是说判决审判这一块啊，那后面还有个执行，那执行那更是问题。你不是说法院给你判完了你就赢了，对吧？判你赢了能怎么样？这叫什么？赢了官司输了你后面执行，那又是另外一个难题啊，对吧？所以我一直对吧，就是咱们天天聊的就是让大家啊尽量远离这些麻烦事啊。如果能协商解决，那赶紧协商解决。你协商解决，你就是吃点亏，实际上最终你的收益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真要你这去法院去告，非常麻烦。当然了，具体的案子具体分析啊，对吧？你这个说的是民事案件，然后民事案件里，比如说你是劳动争议的话啊，那还是比较快的。你去仲裁那儿，这个仲裁的话不会拖9个月，那大概能拖2-3个月、3-4个月吧，也得拖啊，因为仲裁的案子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银行现在对断供的啊越来越客气，对吧？也不去说把你房子给拍卖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你就是拍卖人家房子，你去法院排队吧，排10个月，这就是当下的现状。这绝对不是啊石家庄新华区一个法院这样，实际上是我告诉你啊。北京、上海这样的事更多，就是他那个我的了解啊，北京的法官人均一年是要700个案子，好像是啊，我有印象，要审700个案子审结，一天也是工作日要2个半案子，至少2个半到3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